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曲妹。大家就伫吼，客家人青考什么个？青考试办呢？古说阿曲妹要庆祝韩国人，因为当长的时间。伫台北生活，故说有一段时间正营模式都好势咧办呢，根本也好，当欢喜爱同大家来小姐对新竹北部来嘅韩国经营到第3台暗藏暗久嘅时间了，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度邀请到位来宾来分享，也彭家办搞嘅头家分享彭家琪，大家分享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北部彭家办过的彭家琪，大家好。好，欢迎呀！对新竹北部的来宾，对不对？因为阿 Q 我爱讲实验，我说我迄对呀苗栗公馆来嘅，我嘅脑筋地图全部就係全部嘅实验。阿泰哥迄對新竹北部來嘅，你嘅腦筋地圖係全部嘅海料。係啊，全部都海料。嗰時候，哎呀，下愛開始來用。試驗同配料來交流一下，看馬啥會本馬啥來啫喎。不過我想先來問一下，像阿 Q 我係青考試班嘅，我考試嘅班咧，像有呀9000班啊，韓國5班也都係我青考試嘅。不過我嘅店嘅度吼，聽講有賣當多種無共用嘅班哦。同大家分享一下有賣哪條班嘅？當到出嚟嗌到客家人本身嘅班，像9000班、5班。米個風頭班、喊天班。哦，喊天班係乜嘅啊？喊天班就是過年嘅喊班。哦，嘅咩可能肉班係？係啊嘛，肉班嘛係啊。肉班就係喊天班。係肉班就係喊天班，喊天班佢本身其實冇天啦。其實係喊未天班，所以係喊天班。喊未天班。係啊。哇！我啲苗栗我冇聽過按照喊天班，我就全部喊佢按照肉班。係啊。哦，唔過喺講種種東西嗬，就喺地度有包肉啊、下邊啊，韓國也香菇啊，也都鹹咩油蔥啊，喺講幾隻肉班嗬。係肉班。哦，咩按照喊天班，古時候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有當到好物事，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像按樣愛做一條班咧，聽講係愛根本日愛買嘅，就愛根本日做。係啊，早先做開始做，差唔多4點就紅嘅。4點就紅。哇！4點就先紅要準備水班嘅啲。然後差唔多到6點就開門咧，就買當多東西，才準備好嘅。2點鐘就有啦準備嘅。因為有啲東西前日暗邊就先準備嘅啦。係啊。嗰時候當麻煩。做班就係按嘅吼，因為愛本大家也根本日買嘅，根本日裝做，嗰時候按樣當時嚟到親戚嘅，也係唔係咩係廿條不卡辦嘅店嘅特色。係啊。因為都講做黐嘅東西啦。係啊，冇講嘢嘅東西。哦，冇講嘢啊！唔過有人會講，像按樣嘅班嚟啊，要根本日做，根本日買全部卡，做得變到哪樣事？係講熱天嘅話，可能下就冇實在變咯。哦。係冷天嘅話就會變到講嘢唔怕。係啊。啊，唔過頭擺啊，當久以前，咩有人講過年嘅天班啊，會做得變當久，嘅係用嘅做得變按久啊？哦，梗係因為。過年嘅天班，佢係湯變好多，好耐變。天班用防腐劑，咩用防腐劑？因為佢係要用嘅天班機嘅特點，對於自從真空安一樣。因為它把它密封的概念了，對不對？因為全部就冇接觸到 no boy， 沒有接觸到空氣，故所有一點像是把它密封的狀態，佢就做在變它久凍。所以沒封到的地方就會上污。啊，還講上古嘅話，糖公有你會切的。切的就是。對，因為頭擺還冇變相啊。故所上古嘅所在就攞佢切的。故所和基本嘅節目當中，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阿權乜嘢基建當久模式到嘅9000班。9000班，去了按到9000班。9000班，我頭擺時代啊，沒有這麼多層，而且你們的分層不是黑白相間，是白色好幾層，然後咖啡色好幾層。係啊。哦，冇共用嘅做法。因為做法冇共用，應該講睇盤做盤1000嘅話，嗬，佢就做1000泡1500，1片泡1500。哦。可是你做泡嘅話，你1000泡1片5，佢色會不拗嘅。
佢會看唔出來，會變到咖啡色咁樣。安樣會就是壓掉不卡，就會想要做一層一層，很薄的凍泡嘅，做乜嘅想要做暗泡？依組嘅做法就係咁樣啦。哦，頭白嘅做法就是安呢。係啊。嘅顏色豆嘅完全沒安呢呢，顏色豆嘅可能一層可能大概有0.5公分這麼厚。然後一層黑白這樣子相接。其他樣子好省事，好簡單出啊！睇清一層一拎幾度就拎得嘞。你要就按用一層一層像千層蛋糕一樣，有沒有？像呀哈凍縫誒，咁用如何買凍貴嘅千層蛋糕，就像按用這麼薄誒，要一層差唔多幾盤呐？大概只有1 mm 左右，1到2 mm。哇，這按用很費工哦。對啊。啊，一般人都用的是要9層半，唐公人嘅客人有懂創意嘅吃法哦，對不對？因為我一層一層查了一些，一層一層查了一些，哎，撕不下來，剛好撕不下來，剛剛有撕好的啦。不是，這麼個一層一層查了一些啦。好神奇吧？韓國我知道你到嘅係白色的地方係冇甜嘅，梗係鹹嘅，加鹽甜，係啊呢。嗰個白色嘅是冇甜，鹹危險，啊帶下風霧色嘅，你喜歡啊？霧色嘅是有一點點甜嘅，對不對？一點點甜。嗰個像按用嘅搭配，我頭擺冇注意講呢，原來9層半霧色嘅蔬菜同白色嘅蔬菜味道係冇共用嘅哦。哦，唔過像泰國人家講嘅。你講一層一層，我按用做，所以我用嘅做張做嘅都按用一層一層泡泡啊。只一層淋落去先，就差唔多吹3-5分鐘，就看佢又熟啊，又熟就淋甜一層，然後一層咁淋，所以9層半煙沙都唔好做，冇做好簡單，都叫做100淋大層。啊，就像我頭擺說到嘅，可能一層合盤，啊，佢就唔是做按度邊。係啊。嗰時伊9層半嘅做法係，比如講我伊下有一個表嘅，啊我拌嘅先倒一層，比如講白色嘅倒一層過去，哎呀一層差唔多，應該1兩米哩安尼，1兩毫米安尼哦。啊按用過以後，我冰到蒸籠底度本佢蒸，對不對？蒸按用愛蒸幾久？1個小時多。1個小時，啊，古時按用一層一層要這樣來。一層差唔多3-5分鐘啊，總共係淋點當做。哦，古時我們剛看到的一層一層一層，全部都是一層一層3-5分鐘按用蒸出來嘅。對。哇，啊，我有年後真係去算下就幾百幾多層嘛，因為按用算泰國有時候應該可以超過9層了。有，因為遇到年後為咗那算一點冇9層，我就。用慢線，所以我係特別做質量，我係拎到睇啦。係啊，拎到睇嘅話，大體量差唔多要11層、12層要。哦，嗰時候你吃到做呀9層半啊，清淡嘅蔬菜係乜嘅？清淡嘅蔬菜啊，真係注意佢要生下火為大為細冇甜。頭先又看佢淋落去，佢要熟啊。係冇熟嘅話，吼，下層淋落去叫做難嘅咧。哦，做難睇咧。係踢腳嘅話，叫做旁要當者，咪凹凸片面啊。因為種按用，一下看上去，個蛋糕係冷冷嘅，係啊，很漂亮，很平整。不過9層半一般來講，泰國人好什麼？這個銷量如何？還不錯，還不錯。因為可能冇人做嘅啦，因為你好麻煩。係啊，所以看到攏會想試下。哇！我就習慣了，因為好食。哦。因為佢那個貴菜時候口感冇重要。對，因為按用色下去會有這個層次感。對。韓國米湯有冇重用？就像我頭擺盲食注意過原來無色同泡色嘅米湯係冇重用嘅哦。跟唔像按用看過去，聽說咩看過當到嘅冇重用嘅飯嘅店。你看家度嘅做法，有看到幾多間同意重用按用做嘅？係冇看到有嘅。哇！古時候也係頭擺傳下來嘅做法。對。呀，媽媽傳下來嘅做法。阿公。哦。阿公開始。因為第三胎。係啊，第三胎。阿公是按用做嘅。係啊。哇，冇簡單哦！原來係安尼，韓國嘅甜嘅部分就係無色嘅蔬菜，佢係用乜嘅湯？烏湯撈黃便沙，黃便湯啊。黃便湯就是紅沙跟
黄沙跟黑糖。黄沙跟黑糖，就吃盐做出按用嘅色。对，因为我吃到人嘅色同 Noble 嘅色没有一些些的某共用。Noble 嘅色有一点看起来比较接近咖啡色，啊，你也有一些些的有一些些的强色，对不对？有点绿咖啡的感觉。其实普通好冲的就会好吃嘛。对啊。古时候配方无共用，做出来嘅版呢没无共用，连样外形啊，没有一些些无共用哦。当前期嘅蔬菜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转来再过来是韩卡豆嘅后面西哦。好，我想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小嘅對呀新竹北埔來嘅彭家辦過，好來同大家來分享下度做嘅辦咧。剛下又看到9,000辦，已經同阿群妹我看到嘅都冇共用嘅，啊三下來後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烏辦，啊烏辦咩係阿群妹我親口說，應該講。懂到行業就懂好食物誒，對不對？對，親好食的就係物誒，我爸爸沒共用，全部就懂好食物誒，唔講係甜嘅鹹嘅，全部都懂中醫。啊，一般人啊，可能大家對於烏辦，他後生人可能他有印象就係甜嘅烏辦，因為那個鹹酥雞攤都有在賣，有沒有？甜的嗰種烏辦，唔過基本上愛食嘅係正經係青菜體、青傳統嘅烏辦。係因為係呀阿公傳下來嘅做法，不過我看到嘅做法係，我當時有啲蛋糕還有看到有用呀香蔥油嘅呢。香油那個油蔥是最好香啦，本師傅擺出來又加多加梅頭。韓國蛋糕還愛用呀菜脯撈豆腐乾，有一點像那個水板。對。因為一般像外頭擺色板呢。像水板有按用嘅做法，水板蛋糕有用呀韭菜啊，韓國豆腐乾啊，韓國蘿蔔乾啊，也有多蛋糕。唔過我第一擺看到呀烏板蛋糕，沒有用呀的東西哦，呀係食起來感覺有一點扎實，而且我按用看就看得到凍到烏味到底度。嘅烏味嘅面好。韓國口感全部同板嘅融合咗共下，都再度化開來嘅感覺，好好吃哦！韓國又係唔係清河水嘅食法，應該蛋糕還會再淋一點調油，對不對？調油膏。加啲調油，好香。好好吃哦！韓國唔講它切下去嘅時間，感覺很扎實，唔過食起來唔會係軟軟的，一下都再底路就化開來。對。韓國嘅烏味有真嘅有炒麵。好好吃哦！真嘅，古時候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除咗按用吃夾式嘅食法，唔單止按呢，還做得有其他嘅料理嘅方式。有啊，有等於話拿來泡，冇就拿來煎。因為佢煎以後佢到菜頭板共用嘅東西，所以佢煎以後會像菜頭板咁差唔多。啊，攞杯按用擦，冇會酥酥啲噃樣。哦，相當講會流荷蘭水啊！哪去泡會溫款嘅冇？唔是溫，直接泡。嘅有建議人嘅人下，欺負卡按用做冇？一般嘅話，大體都會買咗用煎嘅啦，因為泡嘅煙山學校是泡嘅。泡嘅話佢冇會嘛酥酥，啲部會泡到樣樣然後煎嘅嘛係煎會煎到冇會酥酥，然後啲部樣樣。唔過也還有嘅那個不粘鍋啊，其實唔是不用動到油。一滴滴的油你就做得泡到 Noble 有一點點金黃酥脆的樣子，啊，所以下去底度就用軟嘅種感覺，好好吃。對，嗰時候像按用嘅烏板啊，烏嘅品種沒有偷過錯冇？你用喺度總用公館嚟嘅檳榔烏。哦，雅樂烏啊，雅樂烏嘅烏味啦，用檳榔烏。嗰時候你要貼片去偷過，也係講你要食過吃過冇共用嘅烏味，食起來口感冇共用。試過當多種是檳榔烏頂好些，梅頭頂好。用其他嘅烏味食起來嘅口感有乜嘅冇共用？用麵烏嘅話，佢會有點鬆粉粉。鬆粉粉。烏嘅梅頭嘛冇咁香。哦，很好滲出烏嘅感覺。係啊，好似用檳榔烏唔係，檳榔烏就真嘅
冻好食。好食，我每次都冻好食，清好食嘅就係烏板嘅。唔過吼，像也條板嘅類凍到種冇共用。有一種板呢係苗栗嘅客家人，當時有看到，當時有食到，韓國幾個名嘅頭擺咩忙食糖講嘅，頭擺糖人講乜嘅什麼假氣嘅，乜嘅就糖唔食，原來假氣啊係一種板呢，對不對？假氣啊，假氣板係乜嘅板啊？那個氣是柿子的意思哎，對，因為它有點像從客家人的氣，然後去邊邊。哦，係啊，是啲假氣板。好可愛哦，假氣板，不過看起來像愛認識嘅，就會講哦，原來也係假氣板，不過其實我吃到佢同嘅法板有一些嚟搶。對，佢到法板共用發嘅，可是佢到法板嘅發酵方式冇共用。然後佢好冇水分，佢食落好 Q， 好雜實啊！故在喺節目當中，吼有一個按到廣式農民那個單元，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假氣板同呀法板有乜嘅無共用哦。剛才有講到發嘅方式無共用，用板發嘅方式無共用。發酵。哦。發酵冇共用發酵，然後佢發嘅話就變到佢會撈水分脫走咁做嘅發，佢有點水分佢就會黏。不錯，佢像水那一般的法板係水狀的嘛，都溫底度。跟很多水板沒有法板冇咁衝嘛，對不對？法板係液態的，到溫底度本佢發。啊也係用嘅發。它就是等於冇水佢就變到好硬性，一隻板咁一塊咁。還蠻發的時是做得拿到水烘，按用一塊按用嘅。哦，按用法。啊，加個水分較少。佢冇水分。冇水分，啊，食起來呢？食的是 QQ。真的耶！你拿到水後有一點點像是，有一點接近麻糬的感覺。對，它是很扎實的。同個法板有一點像給亂搞那種鬆軟的口感不一樣。它還多了一點彈性跟嚼勁的感覺。哦，冇錯呀，不是。像按用嘅假氣板，嘛個時節食咧啊？假氣板平常嘅話，做乜解擺種高壓式嘅啦？因為假氣板佢因為冇水分，佢高壓嘛好難表，你白白做嘅表佢唔會生固。啊，係啊，所以你下子平常就要做嚟買咧。唔是等到高節上食得到，平常時嘛食得到。係，因為你當台天好食假氣板啦，好食法板嘅台天講話好食假氣板。哦。因為我頭擺吼，也還有當到做無共用嘅板呢，因為大家己嘅披風有一些無共用，有時到嘅板呢，按用拿起來較 Q 嘅，可是那就有一點點接近像按用假氣板嘅做法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可是像呀做呀假氣板，係唔係有幾較困難嘅素材？可能佢發酵嘅方式唔好做，佢都唔好發啦。你係聽嘢嚟聽法，佢一下發起來發體加發泡，佢會酸。從日下，我一天呢，會酸體。會酸體，哇！係一冷天法，佢就發唔起來，唔會碰，你就等於碰上到一吹。燙起來有一些像做麵包。對，有一點。對啊，你就是要抓它發酵啊。哦。對啊，所以那個要一點經驗。無共用吼，同我認識嘅法板這件無共用，嗰時候也睇下就知了。後擺啊，係看到也假氣板吼，我認得到佢哦，冇撈到佢係法板，因為從我頭擺整件就唔認識嘅，就撈到佢係法板。嗰時候除咗呀假氣板以外，還有其他嘅板呢，從係呀根本要帶來，咩同我頭擺看過嘅用嘅無共用，佢按到風頭剃頭板。對。風頭剃頭板。加個剃頭凍到呢，黏黏嘅飯頭，它是有一個比例在啦。你放少的話，其實會變成食唔到剃頭安先。因為頭板我記得我看到嘅風頭剃頭板應該係過年嘅時節會看到。因為有種風頭剃頭板哦，比較凍到顏色，因為過年凍到顏色，佢變到平常食唔到。啊。係，所以我只係弄到好細地掉，然後平常就做來賣，所以那種平常是食得到嘅。凍好食呢，每一口都吃得到紅豆。我剛剛青菜咬以後，就係黏黏嘅飯條到底度誒。
韩国饭头咩係有經過煮過嘅同鄉嘅飯頭。也譬方咩係阿公傳下來嘅。等下馬老改白傳下來窮樣是又改良一堆東西添。把它改良做哪些調整？變成湯落後燒。啊，因為也係人嘅口味嘅關係。唔好食睇下。因為每場過年而變研究，所以湯冇很重。韓國也係有變相嘅啦。對。唔是變按多湯。啊，嘅泰式，你講泰式底咩有調整過誒？那弄好食的都冇，因為添埋種差唔多1斤2斤可以啱啱買。係啊，嗰種買食的可能是半斤唔到，間嘢是嘟嘟好。呀，算係熱銷商品嘛？算。哇，古時你看哦，按好食嘅版的啊，又按到無樣嘅口味，上來啊，也着做嘅也3台按從研究嘅時間，有乜嘅經營嘅故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同大家分享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 Q 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對新竹北埔來嘅彭家班歌，加到帶來嘅版呢。家下有識到當到無共用嘅版呢，有識到9000版、5版，韓國也風頭、剃頭版，然後真嘅當到做無共用嘅韓國識起來嘅味道，韓國識法，咩同我頭擺識到嘅有一些些無共用，嗰種感覺上我來問啊，按用一台經營下來。到第3台嘅，人想來問一下泰國，你自己本身係當好識版嘅，也係講你對版人有乜嘅熱情？都呀哈已經21世紀多了，然後你還想說，哎，轉到不卡來傳承按用嘅傳統嘅版嚟點？因為其實我冇識版啊，我唔識版嘅。哦，你係第一嚟福喜來上節目買版嚟講，冇我自己唔好識版嘅。真嘅呢，唔好識版的哦。對，從細就唔習慣食了呢啲東西。按道中你冇一行好誒。可能看見嘅，從細只愛第11都愛當冇食。哈，韓細細嘅時間你咩冇識版嘅？冇。到一下一樣都冇識。冇。啊，唔過你買嘅人客家中嘅人，當然都會識版嘅。係啊。真嘅，因為我離開客家中太久誒。一下客家中嘅人。當日都會識版嘅。係啊，當日都會識版。啊，識共用嘅版嘅，也係識冇共用嘅版嘅。是差唔多種兩到幾多輪等式吧。先爛子玩也好，先爛子玩也好。哦。係啊。古時候你看吼，像按用你自己唔好識版嘅，唔過你還係願意轉到也副卡來接觸。就算你自己唔好識，啊做也版嘅又按辛苦，這樣子你做乜該會轉來呢？因為。我本地冇會做事，有我爸突然過身，我只想講突然就趁阿妹個因呢，按辛苦，只想轉來聽書啊。嗰種你本來咩冇想到講愛轉到副卡來聽書，冇想到講愛完全老爺辦嘅點接下來做，是想到講轉到副卡啦，阿妹聽書，冇可以按辛苦按呢。係啊。佢下後用就按用直接做下來咯。佢就好，就乜嘅啷冇讀到嗌嘛，又身體唔好。哦。佢又擺讀到腰骨出問題，就大炎，就變到嗌啲解做。佢可能嗌做得，佢就交本嗌接嘅。啊，跟你頭擺係做乜嘅頭路嘅？我頭擺啊，我頭擺要做水田啊，要賣屋啊，要送貨啊。就係同班年冇關係，就錯嘅。同班冇關係。竟然用一下係做到愛接，應該咩？就像你講嘅，你韓細嘅時節係完全冇學過，咩冇聽書做，一下係做到愛接，按用會吃到咁困難冇？冇啊，當唔習慣，因為做版兩東西哦，佢時間當長啊，係啊，因為全部攏手工做，拖地我開時間當長。你看種人家講嘅你，早晨4點就會開始準備，啊買到可能買到下晝頭，下晝頭又會開始準備田工業嘅。係啊。哦，啊繼續田工業早晨又要動作紅起咯。係啊。咁你知道做夜班嘅，你知道輕困難嘅班嘅係哪一種？可能就
炒料啦、菜包那种啊。菜包冻都腌做啊，你有冇吃到幾凍難哦？我好久冇，我爆菜包冇爆到這樣，我唔敢嘅。哦。所以我永遠好久，我做只菜包做太久。我覺得你也有一種執着哎，其實你也很喜歡做飯的，不然你怎麼會要求有個半年會做到凍漿呢？就自己也覺得看不過去啊。哦。還是媽媽在旁邊拿着棍子。沒有，媽媽就包很快，她包一個只要幾秒鐘就可以了。對啊。嗰時候你知道會包暗豆嘅，像暗用嘅菜包，不好包。對啊。那韓國呢？除咗包菜包以外，粽子。粽子。對。粽嘅哪個地方你那一片？哦，那個折來折去要綁線，有時候手不是那麼巧，要弄很久。嗰時候你差唔多學幾9張學會。多了很耐。而家種嚟教數幾久誒？教數6-7年有誒。6-7年呢？竟然咩？其實做當久嘅呢？對啊。呀，過程當中，知道親有成就感嘅事情係乜嘅？因為比如講，像你真來做嘅6-7年呢，有一個動力可以支持你緊做。也唔係大家都願意做按樣嘅事情，因為當然就像你講嘅，做飯呢很無聊，佢就會因為當然就按樣做，當辛苦，係乜個動力，乜個力量本人願意按樣緊做一件事情。因為啲東西攏係傳統嘅東西啊，其實冇做下嘅話有點打傷，因為冇已經當場嘅按樣做嘅，係啊，可能是其實按做下嘅算只傳承啊。故說大家做得相信你嘅產品全部就係用親傳統嘅做法來做。聽講像有呀糯米呀雞團係用機器做嘅，其他全部就係手工嘅。係啊，因為愛米咧冇用糯米嚟啦。啊。係啊，像用愛板機。係啊。愛板機用呀機器愛啊，殺下來嘅全部就係用手工做嘅。不過其實做飯呢，其實我做飯呢冇咁簡單，因為佢冇強嘅飯呢，我用冇強用嘅皮料，冇強用嘅米嘅比例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像亞豆你已經都牙已經完全吸收了。哦，對啊，已經習慣了，都知道。像按樣做3台嘅，即係傳統產業，我經營一台經營下來，心態嘅壓力就係然後會講，可能伢阿公做嘅較好食啦，又係講伢媽媽做嘅較好食啦，有讀到然後按樣講過冇？冇。哦，竟然很厲害呢！仲上呀，真很厲害。嗰陣你做嘅米頭做得同媽媽比，做得同阿公比耶。對啊。哇。因為年輕人比較會注意他工作的 SOP 的流程。比如說你的 SOP 有哪一些？對，就像最簡單的，像九層糕，我哋會用計時器會算時間。睇擺錄音架見，叫做用蛋糕嘅，用看時鐘嘅，咁準佢生下就會吹綿，吹唔好，係啊。像你一定喺啲後生人會加啲科技嘅東西落去，就會好好一點。係啊。嗰時像按樣有想到講漢擺，我再個傳一台冇。梗係狂下嚟我家吧。像按樣新一台來經營按樣嘅傳統產業，也很當然會走，比如說文創啊，還是走網絡啊，你自己嘅看法係乜嘅？我嘅話，我都其實好冇點解做網絡，因為你辦嘅東西我都冇加豐富自己，都啲東西好冇人來表。係啊，因為基礎係已經報告唔好嘅話，佢唔拿去當簡單化。嗰種有啲人會比如講像菜包好，佢可能會漢網整個，佢就寄出去本人嚇，啊本人嚇自家來整。因為佢正經嘅菜包嘅話，你吹冇簡單吹，你要分2擺吹。哦。你係一擺吹到熟嘅話，佢會蓬到綿綿，因為它嘅皮會蓬嘅，然後你烤下佢會扁扁。係啊，所以你變到吹差唔多20分鐘左右，你就打開看下看佢，佢係速度又慢啲，將做 cam 就將看來吹加幾條。故說你知道從按樣栽培的方法，可能冇辦法本人行識到清好嘅口感，清好嘅品質。啊，其他嘅像種嘅也條有試過冇？種嘅話，種嘅因為我哋會變冷凍，你係吹唔拿頭，佢就會
底袂米袂硬硬，因为怕去摸索。系啊，我嘛是拄到囡仔喙囡仔讲，哦，应该米用摸索，我摸看开始熟的东西它会炒的，该穿会熟的，所以腿变腿唔拿，喙唔拿叫。系啊，其实硬硬啊。古时候其实味道爱食到清好食嘅亚条拌的啊，糯米做嘅东西嘅口感，清好行係現從食吼。系啊。哇，原來係安尼。古時候基本嘅阿 Q 妹妹好多動作，你看做拌的嘅姿勢，韓國你看原來拌的有按多種無樣嘅用嘅，原來做得按用食，也都無樣嘅料理方式。前面想來問一下太公，你自家對亞條嘅拌的店嘛，味道有乜嘅想法冇？有乜想法啊？冇。味道嘅規劃？冇是按樣做啊。就會按樣做。我覺得我在你身上看到職人精神4個字。就係你每次都有自家嘅拌的很特別，唔過你做出來嘅係係輕貼片、輕傳統，韓國輕老式嘅嗰種米食，有阿公嘅米食，韓國味道，對付卡嘅愛，古時候結聽老爺拌的店接下來做。什麼你今日來同大家分享故事哦。啊，謝謝。什麼？每什麼天時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叫下來做運動哦。